各位投資者，緊急速報，一個足以震動全球科技同金融市場嘅重磅消息。Apple 嘅 Siri 將史無前例咁對外開放，同 Google 嘅 Gemini、Anthropic 嘅 Claude 等頂尖 AI 服務融合。呢個唔單止係 Apple 追趕 AI 潮流嘅關鍵一步，更預示住 iPhone 將轉型為核心 AI 平台，有望通過第三方訂閱服務，為公司帶嚟數十億嘅新收入。究竟係巨大嘅投資機遇，定係隱藏嘅未知風險？你唔可以錯過嘅獨家分析，馬上為你揭曉。從財務數據睇， Apple 展現強勁嘅增長潛力，佢嘅收入同盈利增長率都超過1成5，市銷率只有8.39倍。更驚人嘅係， Apple 嘅實際年化回報高達0.17，輕鬆跑贏預期市場回報嘅0.16，顯示佢係一個理想嘅增長投資目標。Apple 嘅經營效率亦令人鼓舞，佢嘅 EBITDA 利潤率保持喺34%左右，而自由現金流對淨利潤比率更係高達1.16，顯示公司有強勁嘅現金生成能力。資產回報率、股本回報率同總資本回報率都穩定喺26%到28%之間，財務狀況非常穩健。更值得注意嘅係， Google Trends 數據揭示咗一個有趣現象， iPhone 嘅首散量與 Apple 股價呈現強烈嘅正相關，相關性高達0.739。當大家對 iPhone 嘅興趣增加時，往往預示住潛在嘅買入機會，呢反映咗強勁嘅市場需求。美元匯率嘅溫和下跌，對 Apple 呢類跨國企業嚟講係一個好消息，有助於提升國際銷售嘅收益。雖然喺過去一年， Apple 嘅股價表現略遜於大市，但佢同大市嘅價格走勢保持高度正相關，意味住市場情緒對佢影響依然深遠。然而，喺投資之前，我哋亦要留意潛在嘅風險信號。Apple 嘅觸動比率有時會低於1，意味住短期流動性需要密切關注。而佢嘅債務股本比率喺1.79到2.61之間波動，雖然唔算非常高，但穩健嘅投資者應該持續觀察。你今日估咗未？本內容只供參考，並不構成任何形式之投資建議、邀約或推薦。投資有風險，買賣需謹慎。